30力區成龍杯第一回合嘅賽事。澳門係第2次舉行同類型嘅賽事啊，只係用1架車款嚟到比賽。以前喺78年呢係用福特嘅 Escort， 今次咧係用30力區嘅 Turbo 汽車啊，1597cc 前輪帶動125匹嘅馬力㗎。分2個回合進行，每個回合進行6個圈嘅賽事啊。第1名有14分，第2名有13分嘅。2個回合合計咧最高分嗰個為之冠軍啦。由於用同款車啦，所以第一個入彎咧好重要。12號車嘅呂米高係抽頭過咗嘅，由外欄殺咗上嚟，但係冇辦法攞唔盡個彎，就撞咗埋欄道，而後面8號嘅紀能咧都撞埋佢嘅，2架車撞埋一嚿㗎。咁其他嘅車咧就已經過咗佢喎，呢2架車係慘啦，因為呂米高咧原本係排第4位置嘅，而紀能咧係排第2位置嘅。呂米高入呢個彎咧似乎就狼少少啦。咁咪可以慢鏡睇一次啊！佢由外欄殺咗上嚟嘅，一double力嘅時候咧已經冇辦法攞到個彎啦，唯有跣埋去嗰個葡京彎角嗰個位度，就撞埋去嗰啲膠柱度啦。咁後面嘅紀能咧亦都剎唔住掣啊，就撞埋去呢一個呂米高嗰個車尾度啦。咁而喺前面領先嘅就係6號車嘅麥基呢位澳洲籍嘅車手啦。佢喺前面1號大啲，而處於第2位置嘅咧就係10號車日本車手津津彥有然啦。而緊其有9號車咧就係香港嘅車手曹偉冠㗎。咁呢啲車手咧大部分啊都係一啲汽車雜誌啊或者係電台嘅汽車評述員嚟㗎。咁本身亦都有啲係揸過呢個方程式汽車啊，以及係進行呢個正常嘅比賽㗎。喂，5號車又撞埋佢啊！5號車呢一位咧就係楊格嚟㗎，澳洲籍嘅車手嚟㗎。咁呢個咧亦都係同呂米高同樣情況啊。咁成個沙板咧同埋呢個擾流器係爛咗㗎。咁嚟到 hairpin 呢度咧，我哋見到前面領先嘅仍然係6號車嘅麥基，而處於第2位置，津津彥有然第3位置曹偉冠，而溫莎係處於第4個位置㗎。咁我見到麥基喺前面帶頭啊，而10號車嘅津津彥有然咧扼住呢個9號車嘅曹偉冠啊，曹偉冠係冇辦法上位嘅。曹偉冠哇搏到盡啊，後輪咧揩落呢個沙池度，而呢個5號車嘅楊格咧就要入廠修理啊。咁呢個前面呢個擾流器咧就起碼值幾千蚊㗎，就咁就搣咗啦。因為成套裙腳嚟講咧值萬幾銀㗎。而家領先嘅仍然係睇翻麥基第1位置，第2位置係津津彥有然日本籍嘅車手，第3位置係香港嘅曹偉冠。曹偉冠咧緊張住啊呢個津津彥有然咧，希望抽頭過佢㗎。咁已經進行咗3個圈嘅賽事啦，而家見到咧就係曹偉冠咧就喺外欄係殺咗出嚟啊，希望係抽頭啊過呢個津津彥有然，食住個氣流由外彎嗰度咧攝上嚟㗎，但係津津彥有然咧食住個位啊冇辦法啦，曹偉冠咧食唔到呢個彎咧，唯有咧就係俾呢個津津彥有然，哎呀好彩啊！曹偉冠咧乘住個津津彥有然落呢個彎嘅時候咧太過開啦，就由中間插上曹偉冠咧拎到呢個第2位置嘅。我哋睇一次啊，嗱佢個外彎咧騙得太犀利啊，結果咧就由曹偉冠咧中間插咗上嚟咧係領先咗㗎，咁啊處於第2個位置。而家前面領先緊嘅仍然係呢一位澳洲籍嘅車手咧係麥基㗎，而第2位置咧就係呢一個曹偉冠。咁津津彥有然咧就響上水塘灣之後咧，跟住就發生咗少少意外咧，就俾其他嘅車手係爬過㗎。咁咧處於第3位置咧就變成係英國車手溫莎啊。咁溫莎咧就啱咧就係過呢個法甲灣，過呢個法甲灣咧都20-30米車㗎。咁而家見到咧呂米高又試入呢個彎咧，又發生咗意外，跟住後面撞上嚟咧，分別有10號車嘅川同康生同埋11號車嘅傅厚澤㗎，同樣位置亦都係同一條線位啊，又係攞個彎攞得太盡啦。佢希望係爬過呢個7號車嘅贊寧斯嘅頭㗎，但係估唔到咧又撞埋去呢架車咧，已經4分5裂咁滯啊！咁呂米高咧揸車咧真係狼啊呢個位。第一次撞過唔怕，第2次再嚟多次，好在架車係冇乜事可以繼續比賽啫。響最後衝線之前，領先仍然係6號車嘅麥基㗎，處於第2位置係9號車嘅曹偉冠啦。睇住人哋格仔旗一揮，結果第1回合嘅冠軍咧係澳洲籍嘅車手麥基，第2名係曹偉冠，第3名咧係溫莎㗎。等陣間咧仲有第2回合嘅賽事啊，2個回合合計先至係總冠軍嚟㗎。嘅賽事成龍咧亦都主持呢一個賽事嘅開步禮㗎。咁排位方面咧，依照第1個回合嘅成績，第1位置就係麥基，第2位置曹偉冠㗎。咪綠燈一着咧，所有車就可以立即起步啦。咁你見到咧，仍然係6號車前面帶頭，第2位置係曹偉冠，後面嘅咧跟住係津津彥有然等人㗎。咁啊，所有人咧都集中響第1個彎過嘅時候，邊個有機會入彎㗎？咁你見到左手邊嘅咧就係呢個麥基，右手面咧就係呢一個曹偉冠㗎。
咁中間亦都有部車攝下上嚟啊，就係12號車嘅呂米高啦。咁而家變到咧，籌偉冠已經攝咗去內灣，而呢個麥基咧攝咗去外灣，希望能夠喺內灣度殺到上嚟。冇錯，麥基一殺上嚟，哇！聽下啲車胎聲就知啊，呢個彎攞得好狼啊佢啊，直情係砸死呢一個籌偉冠個位㗎。籌偉冠咧幾乎要揼一揼部車，我哋睇一次啊！就係咁樣塞入嚟啊！籌偉冠咧亦都西咗個軚咧，幾乎咧撞埋埲牆度㗎。咁後面嘅車亦都受到影響。咁而家前面領先嘅仍然係6號車嘅麥基。咁麥基咧係一位電台嘅評述員嚟㗎。咁啊今年係35歲。咁啊曾經啊係得過1000里嘅第4名㗎。後面嘅車亦都紛紛殺上嚟啊！10號車嘅川動康登日本籍嘅車手一撞埋呢個葡京灣嘅欄度咧，跟住啊係掉頭咧就出翻嚟啦，冇乜事。只係有少少煙啫。咁有見往電廠街直路呢方面咧，領先仍然係6號車嘅麥基啊，處於領先嘅位置。第2位置咧就係籌偉冠啦。但係籌偉冠咧經過咗呢一個東望洋大賽之後咧，體能消耗好大啊，所以漸漸落後㗎。咁就變咗咧係處於第2位置嘅咧就係3號車嘅溫莎。哎呀，呢一個係咪學成龍啊嚇？咁樣打個前滾翻出嚟，好在15號車嘅夏德成咧避得快，如果唔係分分鐘有慘劇發生啊！我哋一定要睇下慢鏡啊！頭先佢點樣打呢個前滾翻啊？咁驚險嘅鏡頭咧，相信成龍都未必夠膽做啊！嗱，首先係15號車嘅夏德成咧就攝咗個位啦。咁跟住啊呢位仁兄咧唔知點解睇得咁緊張喎，一個前滾翻啊飛咗出嚟啊！15號車嘅夏德成咧唯有避開嘅啫，後面嗰幾部車都揼一揼啊！好彩咧佢係醒目啊，即刻爬翻上去。而喺終點呢方面咧，衝刺都進行緊啦。前面領先嘅就係6號車麥基啊，呢6號車嘅麥基幾舒服，左片右片咁啊得到嗰個冠軍位置啊。而第2位置咧就係呢一個溫莎，第3位置咧就係津津見有然㗎。咁第2回合嘅成績咧就出咗，總成績方面咧冠軍啊仍然係6號車嘅麥基，第2名係呢一個溫莎，第3名咧係香港籍嘅車手籌偉冠㗎。咁成龍咧亦都主持呢一次嘅頒獎㗎。的確係嘅，咁贏得咗冠軍而高高咁樣企喺頒獎台上面咧，係咪？